你那么一在你在不？你妈咪过18岁就在马个别个大嘛，18岁就在手指那什么呀，阿选啊白呀，或者吃了点啊，是怕呀，伊让我咱们就在白过这个嘛，是怕呀。阿太郎啊，嘛什么不都做把语说呢？花式吃里点为做的，白木个拉罗，你妈咪不过呢，做的嘛把咱们阿罗，做明年出咱呢，天气的嘛就嘛多做里边呢，就嘛古罗，所以白个拉的嘛的阿咪，就咱嘛阿克嘛做，之前模式之前都做现业，就说伢罗，但我本呢18岁只都只年做过，头嘛的。学了18岁下来的，伊嘛讲不多18岁这边过来拍嘛是后边我们就别嘛一叔叔来喂，他们这种阿米18岁的100的嘛就被搞过了，18岁100的嘛就里么子，这怕出着100的米嘛就，但我本呢阿女的都没过，没同我的嘛那几别嘛觉得，生你就怕不没无路无说。Ba mu gama me to mo tama lango beta ngami la cho mya nya ma ji ma pu tu amya tleve shamya ku kwa lyo tama leve tim ko ti kwa lu nya nya sini ju pha bu ba khte ma ji ma pu tu sa ju so shi so amya jo lo tama nya zo mi na cho za ma ji za ma pu tu sa ji ja ma nga lo nye18岁嘞就在11就搞个的18岁呢11就在都做个嘛一模咯就呢18岁的嘛后年为18岁别个的那是18岁的一年里的嘛抽被家的一模家的那就呢啥人我为18岁就在就搞个他咯过了俺们就呢这个的话我啥别个的没这个事明年花过的搞知道明年过标度明年过复学了Guzole花事业，我啥别可得没得个过喽，因为18岁就得爸妈个dia喽，侬话花的是里为dia，他也没dia，爸妈呀就明年过家的，花的是里为啥你的dia抽到是家那么就得爸妈个拉dia嘛个喽，18岁呀。阿里爷呀，阿里维卡个嘛，阿就是嘛不多，就得就搞个点喽。伢咋不伢？以我的沙土可么做呢？就是沙土嘛呐。比花本呀，但我本呀，以我的不咋说出咋讲啊没？以我的不是。那里嘛伢咋个嘛伢？那可怪伢不咋说家路呗？之前你别伢咋不带因那好个别个么呐？古里呢你别伢咋不啊没？伢不咋说家嘛是呗，伢不咋说家瓜是之瓜，嘛就咋家瓜嘛就摸喽。他把伢就咋的一娃因我们怎么不得一娃做一娃就干嘛呢？你就拉错别嘛伢因我做喽，无啥嘞呗，因我他妈有生就在啥推掉喽。18岁嘞，一直吃那不丢的时候哥哥是你么嘛，这里呗有钱他妈的就出来那个那嘛一嘞，阿里呗一直做，阿里呗只做个嘛的木个他喽，无论你一嘞做个个他嘛的就过住嘞，就像你听俺们说，或者是的，就伢18年听俺们说，俺伢就明那个他妈个呗，18岁。你花的花嘛啦，他嘞，我啥子个讲俺们说，阿里个呗，明那个呗，阿里为多样俺们怎么生不多，花子之类的啊，为是话嘞，所以就在嘛个拉忙了，不个拉忙了，个人也就是在就算你嘞，就是把为的嘞家啦，所以个可得那家啦个嘛，你们没个呗，就在你那嘛，你个拉忙了，啊就是在啥么？